钱。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国瑜，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好的，各人越来越位多了。支持韩国瑜的朋友们，我们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已经突破40万人了。耶！接着来，百万庶民站出来，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胜利的晚会。Apple 爱吹出来哦，狼爱吹出来哦，大家一起站起来，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1月9号正式密码启动，我们所有的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已经等这一刻等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宴席的最后4句话，只等那信号一响，只等那信号一亮，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打一场轰轰烈烈的胜仗。1月9号凯道，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要拜托踊跃的站出来，发出我们的怒吼，发出我们支持的声音。那拜托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到凯道上来表达这个支持之意，也代表大家对中华民国的信念与热爱，好不好？1月9号，谢谢大家。那想问一下，因为1月9号会进行这个凯道的大造势嘛，那当天其实会不会在他的夫人跟他的女儿韩冰都会一起来出现呢？那要问一下这个人数啊，大概有统计，可能会预计希望能多少人？我们刚刚板子上面拿走了，就是百万庶民。我们希望号召100万人站出来，基本上这个就是所谓的宴席最后4句话的歌词密码启动的概念，希望大家一起到凯道上面来集合。那么至于神秘嘉宾的部分，据我所知道流程呢是有神秘嘉宾的出席的，但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位神秘嘉宾是谁，敬请大家期待。请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林静怡的叛国论，蔡总统认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造成的误解，看起来是要淡化这样子的言论哦。而另外呢，林静怡的言论确实也是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心声。如果你当总统的话，会不会保障他这番台独的言论？如果当总统的话，在台湾言论自由，我个人一定会100%的保障。但是林姓的立委林静怡的发言是不是反映蔡英文总统的内心深处的看法？这一点，蔡英文总统必须很负责任地跟国人报告。我再重申一遍，如果林静怡身为民进党国际部主任，又是蔡英文总统的发言人，他所讲出这么激烈的言辞，意识形态这么的让人担心，是不是反映蔡英文总统？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一定要讲清楚，不能用林静怡所讲话可能被误解，把它糊弄带过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100万庶民站出来！